通灵人下地狱，不看后悔千年。二、谐因果报部分，发布人间净土灵人多次下地狱参观，不看会后悔千年。二、谐因果报部分，大力推荐通灵者在阴间所见所闻实录。二、转自阳光师姐的清净之江 http://hi.baby.com/%D1%F4%B9%E2%C3%. 其实这个处罚是我已经去过一次，为何今天才发表？实在因为我反感，去了就想走，连多待一会儿都感觉难堪。师父昨晚跟我说，你为何不写详细些，让世人知道这处罚有多严重？我说我今天下去好多次，精神很累，师父疼我，就叫我慢慢来，别急。其实我下去看看只需几分钟，我从心里厌恶的惩戒是孔雀明王说：“哎，小吉祥，你不该这样，你的使命不能随个人意志转移呀。你不愿看，但是这刑法真的存在的。如果大家知道以后能改正，那么这刑法就没存在意义了。你说是吗？是的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去。”下去时见到一个熟悉的人，居然是十变阎王之一，他身后跟着不少侍卫。我很惊讶，便问阎王为何在此，还不是等你来？你上午帮你姐姐下来看2次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真是小孩子。你师父叫你看的，你倒没时间看了我一时语塞。阎王说：“今次我带你去看迎贤士的重要刑场吧。既然你师父要你写的警醒些，其他使者不可看的也给你看，倒是你别影响了今后婚后生活了。”哈哈哈哈！我脸一红，知道他指的什么。我说去看就去看嘛，我又不怕。阎王招手拿来一个像是钥匙般的东西，脚步下先退下，带着我飞啊飞的到一个房间前面。怎么就一个房间？我问。其他房间你不是看到过了吗？那都是出版淫秽出版物或者看淫秽书籍网页影碟的报应。阎王说：“既然阎王这么说，我就告诉大家我昨天下去看到的那个淫邪普通处罚式的见闻。”我进去闻到很恶心的体液味道，很多人没穿衣服。在最里面一间房间，很像一个大教室，里面很多人在抄写东西，也有写忏悔的，也有自我坦白的。他们的身后有很多狱卒拿着鞭子拼命抽打，他们连吭声的机会都没，奋笔疾书，生怕来不及书写完成。写好的纸张
不是一张一张，而是很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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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白纸，写到快不能写下的时候，白纸会自动变长，永无止境的生长。天哪！他们这要写到何时写到他们精疲力竭没名誉的时候？一名狱卒告诉我，让我惊奇的是，一位大明星居然也在里面。我问他怎么也在里面，狱卒说他犯的淫戒可重呢，去世了几年了，还在写，光是写就要10年，写完还有别的惩罚，请不要透露他的名字。他在其他方面还是算得好人的，给他个迷影迷留个好印象吧。我应允。不像下个邪淫惩罚室，这里都是女的，都很漂亮，但是她们的生殖器都是腐烂发臭的，看上去里面有好多的蛆爬出来，她们被吊起，脸上被针刺了银子。我问他们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做了什么刑事？狱卒说他们卖身网上裸聊，诱骗学生嫖娼，把性病传染给别人，拍摄黄色录影带等等。我看到一个女子，是日本著名的 baby 去世也有些时候了，他真的很惨。要不是名录上看到他名字，我真的认不出他的脸。我怎么说呢？他真的是没脸了，都是一条条的痕迹，写满了淫邪等等的字迹，深入到骨头里，血就一直流。他在痛苦的呻吟，嘴里说着日语，我听不懂。他的下身是一个大洞，里面很多虫子，野灌脓，黄色的脓顺着插在他下体的大木桩流下来。有狱卒一直在擦洗地板。我昨天就是看到这个场景，觉得实在恶心，所以不愿看的。我说他还要在此多久呢？为何他不用罚超？狱卒说他太有名了，世界级别，不知害了多少青少年，处罚自然要重，根本不是罚超能解决的了的。我了一声，看看其他的女子受的处罚也是极其残忍，估计距离受完刑也不知要多少年了。那么看片和黄书的该如何处置呢？请随我来。狱卒说，我们点来到下一间，清一色的是男的，女的很少，男的当中中年人很多，他们都是喜爱看黄书黄碟，并且经常手淫的人。他们都是看碟子如何看完找小姐的人。
我看到他们都没有了生殖器，下面的血也是鼓鼓的流。旁边好多的电锯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我心想下面的科技也真的是与时俱进呀，有的男人还没被锯就吓得不行，还有的男人不是被割掉生殖器，而是被放了一种虫子进去哪里，西洋男人一直抓到那里红肿溃烂。我说为何这样啊？他们不是成太监了吗？狱卒说这样他们就难起灵念了，做邪淫的事情就会受到相对的过报。回到今天来的目的，我回顾这些场景时，阎王已经在旁边喝了一杯茶了。他说：“你呀，你昨天不把昨天的写好，今天叫本王等你这么久，你真是不懂事。孔雀他们都宠坏了你了，快随我来打我一会儿，还要开会。”我快步跟上，只见阎王拿出钥匙模样的东西，不是去开锁，而是好像做了个手印，然后由道光直冲上天，然后天上有个声音传下来，很响亮，请问 XX 阎王何时要开邪淫重地 XX？ 阎王说今日 XXX 来此要写心欲力宝钞，请准许特此批准进入观看。上面大概1分钟没声音，后来听到天上那个声音说可开，我见到一个大门开，那个房子原来是门，不是房子。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不是开门进入房子，